回头过来看，即摆市面上是出现袂少对抗武汉肺炎的偏方，譬如讲会当大量来食维他命 C， 啊个譬如讲会当啉高酒，或者是用食用的白醋来消毒。乡亲啊，这拢无效。正经要消毒，也是爱用酒精哦。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。 很多人喜欢吃维他命来增强抵抗力，不过用它来防止武汉肺炎有没有效果？一罐维他命 C 几百块尔，伫药局大卖场拢总买会到。有香港媒体咧报讲，维他命 C 抗感冒，嘛使抗新型肺炎。因为医生认为讲无遐好用。你如果有维他命 C 缺乏的话，你在生病的时候补充维他命 C， 的确会使得你的症状比较轻微。一般人去补充维他命 C 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。 疾管署强调讲，武汉肺炎目前无预防药，嘛无专治的药物，民众唔通听信偏方、乌白传。均衡的饮食、规律的生活习惯，适度的运动、充分的休息，我想这个是面对我们所有感染症不变的原则。体外保护嘛要做好，浓度75%的酒精上适合用来消毒，针对冠状病毒有效。酒精是一种可以溶解脂肪的一个物质，所以它碰到 酒精的时候，这个病毒就会失去活力。也有人当作讲，40趴的伏特加等等高酒会使对抗病毒，嘛是唔对的观念。比白醋跟烈酒，我想那更不可能达到这个病毒传播的预防效果。某人用食用的白醋，还是工业用的乙酸来消毒，这拢唔对。疾管署建议讲，咱乡亲伫厝内会使用头的漂白水来消毒，灶骹就用1:100，浴巾也是马桶，你就用1:10来消毒。要用正确方法，安尼防疫才有效。